大家好，我叫靚女，今日同大家報道沙田田心村一則嘅新聞。麒麟隊今年特別製作紀念幣送俾各位導師同義工們，我哋睇睇條片段。麒麟隊今年有私人贊助我哋製作馬年紀念幣，上面刻有麒麟隊同馬年賀歲圖。喺年初二送俾導師同義工們，感謝過往培訓少年麒麟隊嘅努力啊！同時亦有私人贊助麒麟隊，購買平安手環，戴上手環就平平安安。我哋向為培訓少年麒麟隊嘅導師義工們致以最誠摯嘅敬意。紀念幣雖細小，卻承載住團隊帶隊地努力心情嘅銘記，亦象徵吉祥麒麟載住文化薪火，代代相傳，奮進不息。展望前路，讓麒麟之撲鼓舞更多少年，讓傳統之根深植田心。旗步凌雲耀四方，靈將換彩運悠長。孜孜自合乾坤歲，光透九霄福澤揚。好啦，新聞講到呢度，祝沙田田心村村民馬年龍馬精神，一馬當先，馬上健康，馬上快樂，拜拜，再見。